蘋果山楂水，航脂，助消化，孕婦養顏的天然飲品全解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本集健康系列。今天要介紹一款非常簡單但功效豐富的天然飲品——蘋果山楂水。這款飲品在近年非常流行，因為它結合了蘋果的溫和果酸與山楂的強力分解脂肪能力，既好喝又能調整體質，被稱為家庭版護肝代謝飲。那麼它究竟有什麼功效？怎樣煮最有效？什麼人適合喝？什麼人又要避開？今天我們會用科學與中醫雙角度為大家全面解釋。一、蘋果與山楂的營養基礎。我們先從兩個主角開始說起。蘋果，性平，味甘，入脾，胃經，富含果膠、維他命 C、鉀、蘋果酸與多酚類物質。它最大的特點是能養胃潤腸，幫助排毒。果膠能吸附腸內毒素與膽固醇，幫助維持腸道菌群平衡。山楂，性微溫，微酸甘，入脾、胃、肝經。古籍本草綱目記載，化食積，行氣散瘀，消脂降滯。山楂含豐富的三萜類化合物與黃酮類，能促進脂肪分解，增加胃液分泌，幫助消化肉類與油脂。當蘋果與山楂搭配時，一溫一微酸，性質中和，既不傷胃又能輕柔代謝，這正是它成為健康代謝飲的關鍵原因。二、蘋果山楂水的主要功效：一、幫助消化，減輕胃脹氣。山楂可促進胃液分泌與腸蠕動，配合蘋果果酸與果膠，能加速食物分解，特別適合吃完大餐或燒烤火鍋後飲用。二、降血脂，輕度調脂作用。現代研究發現，山楂含有紅果酸、山楂酸、類黃酮，能促進膽固醇代謝，抑制血脂堆積。蘋果的可溶性纖維果膠能吸附膽汁酸與脂肪，兩者協同有助於降低血脂與膽固醇。三、溫和排毒與護肝。山楂的抗氧化物能減少自由基，而蘋果中的多酚能幫助肝臟代謝毒素，兩者合用有輕度的補肝排毒效果。四、改善膚質，氣色紅潤。果酸與維他命 C 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長期飲用能讓膚色提亮，氣色更健康。五、穩定血糖，控制食蘋果的膳食纖維能延緩糖分吸收，山楂則促進脂肪代謝，兩者配合可減少暴飲暴食的夢。三、現代營養與研究觀察。根據中國藥理學報與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研究指出，山楂提取物可明顯降低血脂與血壓，其主要作用機制為促進肝臟膽汁排出與加快脂肪代謝。而蘋果多酚具有抗氧化、抗糖化作用，能保護血管內皮細胞，減少動脈硬化風險。兩者結合後的飲品，被多項民間食療報告證實，可改善油膩後的腸胃負擔與排便狀況，對代謝綜合症患者屬輔助性調理飲品。四、煮法與比例建議，想讓這杯蘋果山楂水營養又好喝，材料比例要拿捏得剛剛好。材料建議：新鮮蘋果1顆，連皮切片，乾山楂片約10至15克，約1小把，水800毫升，蜂蜜或冰糖少許，可選。做法：一、蘋果洗淨切片，保留果皮，增加多酚與香氣。二、山楂片用清水略去浮塵。三、把蘋果與山楂放入鍋中，加入約800毫升清水。四、以中小火煮沸後，轉小火煮10至15分鐘。五、關火後靜置5分鐘，待溫熱即可飲用。六、可根據個人口味加少許蜂蜜。小貼士：煮太久會令山楂變苦，若想風味更豐富，可加入幾粒枸杞或一片陳皮。五、適合與不適合的人群。適合飲用者：經常愛食、喜吃油膩者、飯後容易胃脹、消化不良者、血脂偏高、代謝慢者、需要調整體重或改善膚質者不建議飲用者。空腹者：山楂酸會刺激胃酸、胃炎、胃潰瘍患者、孕婦。山楂有促宮縮作用。低血糖或體質虛寒者，這款飲品雖然天然，但仍要因人而異，建議飯後半小時飲用，避免空腹刺激胃壁。六、延伸配方與變化版本，你也可以依照季節調整成更豐富版本。山楂陳皮蘋果水加2片陳皮，可化痰理氣，減少胃脹。檸檬蘋果山楂水加入半顆檸檬片，提味又能強化抗氧化。蘋果山楂桂花茶煮好後加少量乾桂花，香氣宜人，舒緩壓力。山楂蘋果奇亞籽冷泡飲適合夏天，煮好冷卻後加入奇亞籽，補充纖維又有飽腹感。七、與其他草本飲品的比較，很多人問蘋果山楂水與潘瀉葉、
決明指這些排毒茶有何不同？答案是性質完全不同。潘瀉葉屬刺激性瀉藥，只能短期使用；而蘋果山楂水屬溫和代謝型，以果酸、果膠與植物黃酮自然促進腸蠕動，它不會造成依賴或脫水，更適合長期調理、日常飲用。8. 每日飲用建議與保存方式：建議頻率每3至5次，每次約300至500毫升。早上版本可加一片薑或肉桂，暖胃又促進代謝。下午版本冷泡飲用，幫助提神解膩。保存方式：煮好後放涼，冷藏保存不超過24小時，隔夜會氧化變色，不建議重煮或反覆加熱。9. 實際效果與注意事項：不少臨床營養觀察指出，持續飲用2滴蘋果山楂水能改善便秘，減輕餐後脹氣感，同時有助穩定血脂。但要強調，這屬於食療輔助，並不能取代藥物治療。若血脂過高或腸胃疾病明顯，仍應遵循醫師指導。10. 結語：最自然的代謝支持飲品。蘋果山楂水是一款真正健康而不激烈的排毒飲，它不像潘瀉葉那樣刺激，也不像市售排毒茶那樣誇大。蘋果提供柔和的纖維與果酸，山楂提供消脂與活血能力，兩者協作使腸胃代謝更順暢，氣息更明亮。若你想為身體減負，改善飲食油膩後的不適，每天一杯蘋果山楂水就是最簡單的開始。感謝收看這一集健康解釋。如果你喜歡這類自然療法與草本飲品內容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留言、分享你的飲法。